别来这个，我是读书之人啊！我刚才捡了金子，不知道是你的不是？哎呦！我看你小子这回还敢偷看！偷看！哎呦！哎，你看那边又来人了！拿着书，起来！起来！起来！举起书！驾！嘿嘿嘿，驾！我驾！那边走！哎，你瞧，怎么回事？又出来一个王爷。怪了，没听说纯王爷是双瓣儿。是啊，不会吧？走！往哪儿走啊？刚才那俩人长什么样啊？一高一矮，一胖一瘦，说话都是娘娘腔。王爷，走，快走啊！这边，我，对，好，站那吧。王爷，瞧，我把狗的给抓来了，你看怎么办吧？哎呦，他怎么来了？这个冒失鬼！嘿，这小子躲在地里头，还偷看你们呢，叫我当场给捉住了。嘿，别说了，谁叫你这会儿跑出来的？你一露面，不就全都露馅了吗？哎呦，我怎么把这茬忘了？哎呀，拿来！你在地里偷看什么呢？说！哎呦，我什么也没看，我撒尿呢。求你们饶命！您看看是不是饶命啊！不是。哎，真是瞎胡闹！我说老大爷，往后您就别跟着添乱了。虽然您委屈了点儿，可也别见了大树就蹭痒痒啊。走吧。你说，我这是蹭痒痒，我这是。走。很好，非常感谢你为我们提供的情报。我们还有任务要交给你。那我那钱……你放心，报酬会是非常的丰厚的。怎么会有2个王爷？我们的密探眼睛迷了，他自己讲也没有看清楚。不，我只能认为你至今没有搞清楚王爷的相貌，他有什么嗜好，用什么方法可以接近他？你能回答我吗？阁下，如果我们找到了他，接近了他，是否要解决他？当然。不过，要是把这位特使解决在家里，那还有什么意义？我不太明白。你必须明白，我们并不想激怒中国人，这个罪名应该由别人来承担，因为在联军当中，并非都是盟友，有人企图损害我们的名誉，抢占我们在中国的利益，明白了吗？我明白了。阁下是想制造国际争端，把那些罪责强加给德国人。双瓣儿，是双瓣儿，瞎了你们的狗眼！我进宫几十年了，从来也没听说过醇亲王氏孪生兄弟呀。小的看的真的，千真万确。真的？
大总管真的？奴才可以拿脑袋担保。哎呀，可真是怪事儿啊！哎呦喂，给鸡烫毛呢！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！明白了，这是弄来一个一模一样的替死鬼，糊弄德国人的。玩这套里根儿楞，瞒住别人行，想瞒住咱爷们儿的眼睛没门儿。大总管高明。不是咱爷们儿高明，是太后老佛爷圣明。早就知道他们要耍这幺蛾子，要不干嘛打发咱们回京城啊？大总管说的是。去，把醇亲王给我抓来。什么？抓亲王？怕什么呀？咱们有太后老佛爷的旨意呀。小的不是怕，小的是担心抓错了，真假难分呢。甭管真的假的，都抓，押回西安去。真的抗旨不遵，假的冒名顶替，甭管抓住哪个，都算交了老佛爷的差。小的记住了。还有，抓王爷可不是件小事儿，别弄得满城风雨的，要避开众人的耳目，神不知鬼不觉的下手。这，我这不是给人家添乱吗？